睇導遊，佢喺2025年11月揀咗吉隆坡旅行嚟避寒，因為倫敦咧已經係進入冬天啦。馬來西亞雖然咧都係回教，即係伊斯蘭教國家，但係咧亦都係以世俗化同埋多元文化見稱嘅，所以我評估咧嚟旅行都係安全嘅，就唔似多哈嗰啲咁。好啦，以下落嚟呢幾日咧就盡情感受下呢個城市嘅氣息。去片之前，麻煩大家幫我訂閱翻留言。Make sure you subscribe. Just fun. Subscribe, like, comment, everything. My guy. 吉隆坡人口約200萬，主要有馬來人、華人同埋印度人，因此英文、普通話以及廣東話都係非常之普遍嘅語言。吉隆坡除咗係馬來西亞嘅行政中心之外，亦都係全國交通網絡上扮演住一個舉足輕重嘅角色。鐵路網絡例如 LRT、MRT、Monorail 同埋 KTM 等等，貫穿整個城市。吉隆坡機場亦都係國際航空樞紐，出產嘅產品包括電子產品同埋一啲天然相關產品。多間跨國企業亦選至吉隆坡投資業務，包括科技、共享經濟同埋金融服務等等，令佢成為國際大都會。散策之旅首先嚟到 Central Market， 原來呢個地方係早建於1888年嘅，當時主要係一個濕貨市場，但後來改成乾貨。除咗有 food court 品嚐馬來西亞美食之外，亦有一個主要售賣馬來西亞紀念品同埋食品嘅超級市場，係買手信嘅理想地方。商場嘅店鋪主要售賣傳統手工藝品同埋服飾。Central Market 亦都可以被視為一個文創中心，適合遊客散步，充滿住傳統嘅老城區氣氛。身在吉隆坡嘅獨立廣場，1957年嘅8月31號，馬來西亞國旗喺呢度正式升起，亦代表住正式宣布獨立。由於之前係受英國統治，所以宣布咗獨立之後，周邊嘅建築物仍然保留咗英國殖民地色彩。廣場中間嘅旗杆高達95公尺，係世界上數一數二嘅旗杆。廣場除咗係遊客區之外，亦都係馬來西亞大型慶典活動嘅主要場地，例如國慶同埋聯邦直轄區活動都喺呢一度舉行。獨立廣場對面嘅就係吉隆坡紡織博物館，另外一座保留咗殖民地時期嘅建築物，館內展出咗馬來人、華人同埋印度人原居民嘅服飾，亦展示咗馬來西亞嘅傳統布料同埋製造方法，亦有不同種類嘅刺繡技術，色彩華麗而且手工精緻。由一塊布到染色都有詳細講解，例如眼前呢一隻布就係經由人手塗色，並非經過機器製造。博物館除咗保留到文化之外，亦展示到馬來西亞人喺美學上嘅智慧。然後翻到嚟城市嘅核心地段武吉免登，主要都係由大大小小嘅商場組成，例如有 Star Hill、Fahrenheit、Lost Ten 等等不同次檔嘅商場。仲見到熟悉嘅屈臣氏商場嘅裝潢，除咗走多元路線之外，亦都氣派豪華，更加具有高級時尚氛圍。而我到訪嘅時候已經係11月尾，所以亦都有唔同種類嘅聖誕裝飾。成個商圈裏邊最具標誌性嘅就係2007年開幕嘅 Pavilion Kuala Lumpur 商場嘅中庭以水晶吊燈作為主軸，亦都係國際時尚品牌同埋美食嘅集中地，時尚又充滿儀式感。同時佢亦都有一個 area 叫做 Tokyo Street， 屬於日本產品同埋美食嘅角落。不過有一樣嘢我係最想買嘅，就係繁體中文書籍。昔日住喺香港嘅時候，幾乎每一年都會去書展，屈指一算已經4年冇去，而且將來亦都唔會再去。當見翻琳琅滿目嘅中文書擺喺我眼前，自然有一種非常之親切同埋懷念嘅感覺。誠品除咗係一個文化集中地，中英文書籍齊備之外，亦發售一啲充滿幽默味道嘅台灣產品，例如我眼前呢啲 postcard 同埋鎖匙扣，更加有一啲令你聯想起台灣嘅擺設。行完書店，差唔多時候坐低飲杯咖啡。又係扮文青嘅時間，咁今日呢係買咗書嘅。首先呢本日本世代標籤唐鳳塔 AI 數位的未來，仲有一本關於經濟學嘅書。
其實我中意睇書已經係20幾年前嘅事啦。咁啊，最初咧就梗係去商務啦。記得當時商務咧，佢哋啲職員咧係用一啲好鄙視嘅眼光咁樣望住我嘅。可能我個樣咧就真係唔似係睇書嘅人。咁但係今次咧去誠品或者之前咁多次去誠品，不論喺台灣、香港同埋今次吉隆坡咧，佢哋嘅職員都係表現得非常之有禮同埋有文化嘅。咁但係對比翻兩間公司嘅背景，商務同埋誠品，大概你都知道點解職員嘅態度係咁大分別㗎啦。雖然離世界盃開鑼仲有半年，但係 Adidas 已經優先推出咗世界盃嘅產品。買球衣亦都係我今個行程嘅目標之一，因為我比較過價錢，馬來西亞嘅世界盃球衣平均係比英國嘅同款球衣係平10至20磅嘅。今個行程我有慳翻唔少錢。旅程之中亦都光顧過 Bodygraph 嘅門市部。Bodygraph 係一個美國品牌，由潛水衣轉型做時裝。1993至1994年曾經打入過香港，但係好快式微。今次購買咗一件具馬來西亞色彩嘅 T 恤，不過對我嚟講佢係一件古董。今次亦特意光顧 Yonex 嘅專門店，因為我喺英國係有打開羽毛球嘅，所以特意嚟到呢度購買一塊新嘅球拍。當時部分球拍亦都係做緊優惠，最後我以大約17英鎊就購買到一塊5U 級數嘅球拍，相當之幸運。下一站嚟到茨廠街，係19世紀以嚟華人嘅集中地。就算嚟到今時今日，亦都係代表住華人人口嘅一個地標，亦都係旅遊熱門勝地。簡單啲嚟講，佢係一個美食集中地，亦都係一個市場。美食方面，我會另外出影片再講解。產品方面，主要都係有衣服、手錶、潮流用品同埋家居日用產品等等。當然呢個係市集級數嘅地區，所以大家如果見到一啲同國際品牌類似嘅產品，就唔好太認真啦。茨廠街除咗熱鬧之外，街頭巷尾嘅壁畫亦都不容錯過。壁畫內容反映咗初期華人移民嘅生活，色彩繽紛、立體設計嘅壁畫令到低調嘅後巷再次活躍起嚟，亦成為茨廠街一帶嘅吸引之處。中意拍攝建築物嘅我，當然要揾一個地標去盡覽吉隆坡各式各樣嘅建築物同埋夜景，所以揀嚟咗吉隆坡塔參觀。最矚目嘅當然代表獨立精神嘅 Merdeka 118、Pavilion KL 以及周邊嘅商圈，同埋雙子塔及周邊嘅建築群。上到嚟吉隆坡塔嘅 Sky Terrace， 咁佢係同 Observation Deck 咧分開收費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冇落雨咧，上嚟 Sky Terrace 就已經夠㗎啦。咁你見到呢個玻璃幕牆咧，有成差唔多170cm 嘅。不過呢一度亦都準備咗3級高嘅小階梯，可以俾遊客企上去，喺冇玻璃幕牆嘅環境下盡覽吉隆坡嘅夜景。企上去嘅效果就係咁樣啦。但吉隆坡塔嘅面積比較細，所以好快完成呢一個行程。吉隆坡之旅一個人參加旅行團嘅位置，今日參加咗一個旅行團嚟到關拉雪蘭河園睇野外生態。生態團嘅第一站就係睇馬騮，經過導遊介紹，呢種馬騮呢係唔會襲擊人類，而且係好溫和嘅，所以旅客可以好放心咁樣同佢哋相處。但本地人就似乎唔係咁中意呢種馬騮，準備用橡筋教訓佢哋。呢種馬騮其實叫做銀葉猴，主要係活動喺馬來西亞、泰國同埋新加坡等地。佢哋以樹葉同埋水果作為主要食糧。呢種猴子身手靈活，中意連群結隊，不過佢哋仍然係野生動物，所以建議遊客同佢哋保持一定嘅距離。晚餐嚟到一間由華人開設嘅泰國餐館，菜式具有泰國同埋中菜嘅風味。進餐同時亦都可以欣賞河畔嘅風景。對住條河食晚飯㗎嘛。晚飯之後嚟到一個小型碼頭，登上一架快艇，進行今個旅行團嘅重點項目。接住落嚟嘅活動呢，就係出海睇螢火蟲同埋藍眼淚。
雖然有少少似偷渡嘅感覺，但係我哋其實係去緊雪蘭莪河紅樹林河岸景觀呢個地方睇聞名國際嘅螢火蟲。大家嘅畫面冇問題，因為螢火蟲需要喺近乎全黑嘅環境，佢哋先會發光，所以影片只可以拍到以下嘅效果。同時因為天氣問題，今晚係睇唔到藍眼淚嘅。剛才介紹過茨廠街嘅壁畫，而家帶大家嚟到一個更具文化氣息嘅地方——鬼仔巷。呢個地方係早期華人移居馬來西亞嘅社區，所以壁畫亦都係反映咗當時華人嘅生活，亦都會揾到近代華人電影嘅一啲元素。壁畫同擺設嘅元素包括有理髮店、街頭小販同埋童年遊戲等等，加上古建築重現當時嘅社區風貌。但我覺得最矚目嘅就係燈籠，保留咗華人社區嘅懷舊氣氛同埋文化記憶。我向中意攝影嘅朋友推介呢個地方。最後一站嚟到 KLCC 商圈，感覺有少少似九龍灣。首先經過 KLCC 公園，一個佔地廣闊、城市之中難得一見嘅綠色空間，不論你係嚟散步、跑步或者攝影聯誼，都係非常之適合，令人心曠神怡之餘，亦都可以盡覽雙子塔以及一帶高樓大廈嘅景色。我去旅行有一個態度就係絕對唔會進入任何宗教場所，尤其是清真寺，因為你一旦進入就代表你 endorse 咗佢哋嘅教義，而佢哋嘅教義同我相信嘅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係絕對係站喺一個對立嘅位置。例如 LGBTQ 方面咧，女性嘅工作自由、衣着自由同埋一般人嘅飲食自由等等方面，所以我係絕對唔會進入呢一類嘅場所。大家如果同我抱住同一樣嘅態度嘅話呢，就要留意啦，因為 KLCC Park 隔離就有一座清真寺，但係如果大家係沿住 KLCC Park 嗰條路嚟行呢，係可以完全避開嘅。除咗高端商場之外， KLCC 一帶最受矚目嘅當然就係音樂噴泉，配置咗燈光效果同埋高科技噴泉裝置。當入夜之後，雙子塔嘅銀白光沿住塔身向上延伸，作為背景，配合前面華麗嘅噴泉表現，成為吉隆坡 iconic 嘅夜景圖片之一。一連幾日吉隆坡散策之旅終於順利結束，先將佢同多哈比較，因為大家都係一個比較世俗化啲嘅伊斯蘭教國家，但係多哈嘅市面咧非常之熟悉，喺多哈做嘢嘅人咧態度極之朋友，除非你同佢有錢銀交易啦，咁佢對你嘅態度咧就會相對好一啲啦。相反，吉隆坡大部分嘢咧都係和藹可親，市面上一片和諧熱鬧，不同種族宗教嘅人士咧亦都可以和諧共處，咁啊基本上就冇乜大嘅衝突嘅，因為喺社會上佢哋都係相對係公平，冇話邊個要俾面邊一個嘅，所以就算對於一啲比較對宗教比較敏感嘅人嚟講，即係我哋呢啲都係覺得吉隆坡呢個地方咧係安全同埋適合嚟旅遊嘅。只要你唔踏入任何宗教場所，基本上你可以享受一個愉快嘅東南亞之旅。條片去到呢度，麻煩大家幫我訂閱、分享、留言。